在学习拧包 A 的漫漫长路上，你都学出了哪几个毛病？小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宁波人说话重要的事情说2遍，网上流行说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在宁波人也不落后。于是你就听到了贝贝兔兔、嘟嘟狒狒、嘎嘎咻咻，还有叫爸爸、破死死、随我，被人吓得发抖，说成是宁外被鸡喊了呱呱抖呱呱，描述连骨架子也抖动。又比如失声痛哭的样子，说成是随随口。还比如这双鞋子大小正好，说成是亏亏吼，扣子正套上扣眼。再比如比喻写时发出的声音，说成苏苏下。说1遍不顶用，说3遍又略显多余，那咱就折中，重要的事情说2遍，说2遍也就算了。宁波话说话特别夸张，形容热菜热汤就说好热特的滚，天气寒冷就说辣了呱呱的，言过其实都是来个泄气。那么小编现学一套，看北仑你关注了吗？挠龟子了吧？龟子了吧？没有的话，顶上的蓝字点关注，滴龟子滴龟子哦。除此之外，宁波话自带怒气特效。宁和苏州人吵架不和宁波人说话，宁波话的扫过天啊是出了名的。朋友们老是问我为啥冲他发火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呀。除此之外呀，宁波话还喜欢以偏概全。宁波人把狗一般称作鹅龟，不管它毛色是不是黄的；凳子不管高矮都叫阿灯。还有瓜灯矛盾的叫法，把窗子一律称为错梦，再把门区别为大门、房门、腰门、矮门等。男孩一律叫修威，女孩一律叫修娘，于是就出现了道道修威、扫哥哥阿灯、狼海海婆多、吃神啊你哥与哈哈我龟。当我和朋友这么讲的时候，他们的表情是这样的。宁波人还不走常规，说话倒着说。说话倒着说，这可是宁波人特有的技能。客人到家里来玩，宁波人都叫他拧看。难道这客人是别人家的客人？形容人力气大吧，宁波人又说气了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宁波人人人都练气功呢。吃到螺丝也不好好说，偏说是丝烙。别人说暖和，宁波人偏叫熬女；别人说热闹，他偏说暖呢。着火叫好见。倒着说也就算了，宁波话还含糊不清，常常让人好奇你到底想说个啥。举个同声不同义的例子吧，买和卖都叫马，那么多同音不同义的字，我哪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嘛？宁波话还高调，喜欢和国际接轨，还和英语、日语扯上关系，有不少秘密故事。就比如宁波话的 osa 与英文 worse。worse 的意思是差的，宁波话中 osa 的意思是更糟的、更恶劣的，被引申为专门形容心情的难受和愤怒。还有 monkey 精与英文 monkey 精，大家都知道猴子是非常精明的，这里的 monkey 精也就是猴子精的意思，引申为聪明的、精明的，也是现在宁波话中较为常见的。还有 Kesame 与英文 Cashmere。Kesame 也就是山羊绒线衫，它来自于英文 Kashmir， 也就是克什米尔，那里曾经是山羊绒的集散地。大家都说宁波话和日语很像，两者之间也有秘密故事。就比如说空气哇与日本话空尼气哇，不的与日本话不的只有重音不一样。虽说拧包 A 我的毛病特别多，可是耐不住人家喜欢呀。有人就问小编说，能不能教他几句常用的宁波话？我想了想，我静静的死嘞，我真的热死了，应该当之无愧。知道了宁波话这么多的缺点后，宁波人作为宁波话的真爱粉，是不是会脱粉呢？如果执意想学拧包 A 哦，请多看看阿龙哥子体。最后小编心想，宁波人汪黄同音，那么鹅龟应该是汪汪叫的狗，那么阿灯恐怕也应该是人挤人阿来阿去的凳子啦。